少人認為癌症係冇辦法預防嘅，但係事實只有1成嘅乳癌係受遺傳影響，其餘都係同後天嘅因素有關嘅。香港乳癌基金會香港乳癌資料庫嘅報告指出，常見嘅10大乳癌高危因素包括咗缺乏運動、從未餵哺母乳、過重或者肥胖、高度精神壓力、從未生育或者35歲之後先至首次生育、有乳癌嘅家族史，同埋日常飲食含豐富肉類同埋全脂奶類製品、12歲之前離經、有飲酒嘅習慣或者曾經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。當中絕大部分嘅因素都係我哋有能力可以改變嘅。透過改變生活習慣，係可以降低3至4成嘅乳癌風險。以運動為例，每個星期進行中度嘅運動2個半鐘頭，例如健步行，就可以減低乳癌風險接近2成。除咗多運動之外，建立良好嘅飲食習慣都係好重要嘅，包括咗少食動物脂肪，多食新鮮嘅食物同埋蔬果，唔好飲酒食煙，學會舒緩生活壓力，都係有助預防乳癌嘅。同時唔好忽略定期檢查嘅重要性，尤其係40歲以上嘅女士，患上乳癌嘅機會係會隨住年紀增加，而唔會因為收咗經就降低嘅。如果能夠乳癌喺早期嘅時候發現同埋治療，就可以大大增加存活嘅機會。如果乳癌喺1至2期嘅時候發現同埋治療，10年嘅存活率係可以達到9成以上。定期檢查係非常重要嘅。20歲嘅女士就要開始進行定期嘅自我檢查乳房，包括咗觀察、觸摸同埋留意有冇變化。如果發現有異常嘅話，就應該立刻求醫。女性自40歲開始就應該每2年接受1次乳房 X 光造影檢查。呢種檢查係乳癌篩查嘅國際黃金標準，可以喺腫瘤未摸到之前發現乳癌嘅存在。對於乳腺密度高嘅女士，除咗乳房 X 光造影之外，醫生會建議加埋乳房超聲波作為輔助檢查。研究指出，定期乳房 X 光篩查係可以將乳癌嘅死亡率減低2至4成。如果你係屬於高危一族，或者係有乳癌家族史，就應該請教醫生，更加緊密去監測乳房嘅健康。謹記從生活同埋定期檢查着手，就可以大大降低乳癌對健康嘅威脅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